第5节，啊，搁来就是改编的歌词啊，所以咱先甲曲用好色吼，咱先唱第一段。啊，试看卖哦。主上帝这手，伫咱中间一直拍碎肉体心中，伊含为真奇妙，伊跳通算袂着，伫主上帝这手咱受伊伫。好，咱第一段搁一摆吼，啊，唱好色哦，预备来。主上帝这手，伫咱中间一直拍碎心的心中，伊含为真奇妙，伊听通算袂了，伫主上帝这手咱受伊伫。第2站。情重重开口，盼袂着烂皮肤，关系袂我心心自由。人叫我不那关，主阮天顶那亲，伫主上帝这手咱受这是。第3段。孤绝智慧，指出地球路径，秘密已经洗清河边，咱叫我那听，主阮天顶那亲，伫主上帝这手拢有一心。指出吼，歹势。洗一摆个洗，受苦严到真个，饮那秘密不那洁净，人叫我饮那深，主阮的不那关，你主上帝这手咱受苦。
挖克耶和华，耶和华做伊所挖克的，迄个人有福气。伊要亲像水边所栽的树，旋伊的根伫河边，炎热到鹰也无惊吓，叶犹原要生喙，伫大蛇的年拢无挂落，搁结果子无煞。咱起立来吟圣诗298首，快乐快乐，阮来敬拜，三甲来搁落敬拜咱的主。咱要用新的概念来做咱信仰的告白，你着真心、真性、真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阿三亲像讲，叫做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专落把甲先知的总棍头。我用新的概念，互你就是恁着三听。亲像我捌听你，恁也着安尼三听，恁若三听，正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启用，咱要用启用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。
启应文51章，也就是耶利米书17章。上主安尼讲：我靠为死的人的溃烂。因踮伫旷野打蛇的所在，因为亲像风暴袂大丛的树，总是信靠上主，专心倚靠伊的。伊亲像树栽伫水边，炎热到也无惊。抗旱的年拢无赶路，同心来祈祷，徛起伫穹苍也临在伫人的中间的主，眷顾施恩的上帝。阮感谢你，伫逐世代、逐所在，用你权能的圣手，甲奇妙恩典，引带你的圣会。甲你的子民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你的信实到万世代。慈爱天父，感谢你怜悯阮受造的有限，设立佮祝福安息日，伫你所定着的生日，用你的疼吸引阮，护着阮受阮的正义路自接，倒来到你的面前，亲近敬拜你，领受真理。甲逐种的祝福，照主美好的心意，使福愿的心灵恢复，重新得到新的开展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互阮搁对外邦叙利亚的大元帅伫约旦河洗疫洗7摆的经验，看到你医治的大权能，甲白白的恩典，恳求。圣神充满阮，使阮有智慧的心、属灵的目睭，会明白谦逊、彼此顺服是上帝的旨意。也使阮有信心甲勇气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会真侪福音的出口，带人归主，应神益人。主啊，伫阮中间也有未信的谈判。愿主的平安得伫因的内面，帮助因趁机会掠着上帝的救恩。阮当信的兄弟有相款的心思意念，相款的心志甲疼心，用心灵甲诚实敬拜，领受圣神所赐的喜乐。阮为所疼的教会，甲阮所徛起的国家。甲人民的安居乐业，求福气，愿荣耀归上帝，愿同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赞美圣歌队因要入奇妙的恩典。
聆听圣经上帝所启示的话。咱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记载伫列王记下卷第5章第1节到14节。列王记下卷第5章第1节到14节。叙利亚王的元帅乃縵，伫伊的主人面前是重要的人，真受尊重，因为上主捌通过伊，互叙利亚得胜。伊是强猛的勇士，毋惧遇到麻烦病。有一摆，叙利亚人规阵出去，对以色列地掠一个查某囡仔，伊就思效乃縵的某。这个查某囡仔甲伊的女主人讲：“可袂得我的主人会当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伊一定会当医好主人的麻烦病。”乃縵去对伊的主人讲：“以色列的查某囡仔安尼讲。”叙利亚王讲：“你通去，我嘛要寄你摕一张批互以色列王。”乃縵就出发，带300公斤的银、70公斤的金十套衣服。伊阁将迄张批摕互以色列王，批内安尼写：“我派我的人神乃縵摕批去见你，你着医好伊的麻烦病。”以色列王批看了，就拆哩伊的衫，讲：“我检视上帝，袂当互人死，互人活。这个人竟然派人来我遮，叫我着医好伊的人神的麻烦病。请恁斟酌想，看这个人安怎找空找芳攻击我。”上帝重用的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拆哩伊的衫，就找人去见王，讲：“你是安怎拆哩衫？互迄个人来我遮，伊就知以色列中有先知。”乃縵就带伊的马车队来，停伫以利沙的厝门口。以利沙找一个使者对乃縵讲：“你去约旦河洗身躯洗7摆，你的肉会复原，你就清去。”乃縵就上去离开，讲：“我本来想讲，伊一定会出来见我，
徛伫求叫上主，伊的上帝的名，伫患着病的所在摇手，医好我的麻风病。大马士革的阿玛那河，甲法尼法河，减无比以色列所有的水较好。我伫遐洗身躯，减袂得到清气，伊就生气，我倒转心做伊去。伊遐的仆人真正对伊讲：主人，先知若家己去做困难的代志，你兼无要做，何况伊简单对你讲，去洗就清气。乃曼就照上帝重用的人的话，落去约旦河浸7遍，伊的肉复原，亲像囡仔的肉，伊就清气。以上愿上帝的话发出亮光。咱所敬听牧师要传达的信息是：骄傲图稳定定，骄傲定稳定图。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特别点伫今仔日当风台买瓦棍的时，无论现主时，阮的兄弟姊妹来到伫教会中间，也是因为风雨点伫家己的厝，愿你拢保守阮，互阮通得到平安，也互阮点伫面对风台的过程，求你也固守整个台湾，无致到上大的损失甲灾害。愿你的平安甲阮每一个人三地底，也求你搁一摆用你的话语来祝福阮大家，互阮对你遐领受稳定，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站。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各位兄弟大家平安。我捌带过一个青年，这个青年足够运动，所以伊甲伊的身体练了袂歹。嘛，足认真，逐工拢甲边仔的人讲，你看我足勇壮的吼。有一日吼，伊就踮伫台东咧读大学，欢欢喜喜要转去厝的放暑假嘛。转去厝的放暑假，就甲伊的朋友2个人去肯德基，2个人踮伫遐，因为就感觉伊足勇壮的，所以这2个人就开始踮伫遐咧压手把，足认真踮伫遐，2个人咧压手把。忽然间发生啥物代志？刀啊放去吗？手断去。伊讲迄个声音大到规个肯德基2楼的人拢静落来。发生啥物代志？真正“啪”一声，伊的手都粉碎性骨折。我随开车，迄当时伊住屏东，我对台东开车去屏东去病院甲伊看。踮伫遐甲伊的妈妈咧讲话，伊妈妈就甲我讲。伊讲吼，有当时人莫伤过骄傲。你愈认为你足勇壮的，上帝就会踮伫你勇壮的所在，互你学习什么叫做谦卑。我就讲，妈妈虽然你讲的是对的，但是伊即马足艰苦的，咱嘛是好好替伊祈祷吧，望伊会当赶紧恢复。是，但是这个受伤了后，伊确实开真长的时间。一直咧做复健，重新互伊的手会当恢复。踮伫这个世界中间，其实骄傲定定会浮出来，稳定就会沉落去。人会一直咧强调，我做真好的事，我会当有真济成就。愈有骄傲的时阵，人就愈离上帝稳定远远。今仔日咱读这段圣经节，这个故事咱对主日学就开始咧读。一个乃曼将军的故事，伊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勇士对无？照圣经所对咱讲的，伊是一个勇士，伊带领叙利亚会当拍赢济济的战争，所以得到王真大的欢喜。不过，伊发生了什么事？伊得到麻风病嘛？伊得到麻风病，麻风病是一个什么款的病呢？照圣经咱读过，咱所知影，伊是踮伫你的皮肤顶悬开始有斑点，
也是你的皮肤会烂去。除了这以外，搁较重要的是，因为人只要得到麻风病，就袂当到伫圣殿中间敬拜，会受到整个社会团体的排斥。所以，这个乃曼将军虽然伊是勇壮的人，虽然伊拍赢侪战争，也得到王真大的欢喜，但是当伊得到麻风病了后，伊开始陷入一个生命中间真大的惊吓。咱会当想看觅，逐工出门，伊拢会安怎办？甲伊家己包了穿迄个重重的盔甲。甲伊家己尽量包起来，但是无论你穿偌济，拢无法度遮看讲你的皮肤确实开始咧烂去。伊也无法度换到讲，伊会当甲身躯边的兄弟姊妹会当自由咧活动。所以得到愈济，伊看起来愈咧面对生命中间真大的苦难。有一日，伊太太的女婢。是一个伊伫烧钱的时阵，对以色列遐掠过来的一个囡仔。这个查某囡仔对伊的女主人讲啥物？我甲你讲，我的主人吼，若是会当去见撒玛利亚迄个先知，安尼伊的病就绝对会当得到医好。这一个细汉的查某囡仔安尼讲，乃蛮敢要相信。可能已经到无法度，已经想一切办法啦。所以乃曼接受这个查某囡仔所讲的，乃曼就走去甲王交代这项事。王就随时讲：好，我写一张批，你就去到伫以色列去见迄个王，伊一定会解决。这张批咧写啥物？这张批咧写的是，我这个人吼，这就是我上界重要的将军乃曼，伊即马得着病，我爱你，甲伊医好。我即马大爱你，甲伊医好。这张批咧写的是，什么人爱医好？是以色列王啊，伊是咧要求讲，无论安怎，你都是爱想办法甲伊医好就对啊。以色列王接到这张批的时阵，非常的生气，伊就感觉讲：我哪有法度？我哪有啥物款的材料会当医好？现主时伊咧想的就是，伊这个对敌吼伤空伤芳，一直要来甲我攻击，所以伊就感觉讲：我哪有迄个本事啦？结果伊袂记你啥物人。伊袂记你踮伫家己的国内面，也阁有先知，敢毋是？以利沙是甚物人？以利沙承接以利亚先知所交落来的职务。以利沙完成侪神迹，对于头前的圣经，对第2章接棒了后开始咧写，帮赞一个散车的寡妇，阁互一个思念的负心人的囡仔对4个月。嘛，踮伫饥荒的时阵，互迄个有毒的汤通得到清气，伊行出侪神迹，但是踮伫这个时刻，王嘛袂记你啥物，王嘛袂记你踮伫我家己的国内面就有先知，敢毋是？接煞，以利沙就派人去甲王讲：你是为虾米需要这么烦恼的呢？你就互迄个人来到伫我遮吧。我要互伊知啥物？我要互伊知影讲，踮伫以色列中间有先知。煞接，乃曼就都带着侪金银财宝，马车侪人缀伊咧行，哪亲像一个真大的游行。咱看到乃曼继续咧做啥物？乃曼继续想要彰显的是，你看。我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，我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，所以安怎？你这个先知吼，伊爱负责，甲我医好吼。伊要甲大家讲，我永远就是迄个骄傲的将军，我永远就是迄个，就算讲我即马拄着麻风病，我永远就是迄个，我会当徛会知，我就是迄个骄傲的将军。
恁来看吧。因相信讲，无论安怎，这个先知确实爱将乃曼医好。结果伊丽莎做啥物代志？伊丽莎派一个仆人走来林乃曼的头前，甲伊讲吼：你即马只要做一件代志就好啊。啥物？你到伫约旦河踮伫遐洗身躯洗7摆，安尼就好啊。这个乃曼听到，伊非常的生气。我是啥物款的人物？我今仔日愿意来建立伊丽莎，你都爱做啥物？你嘛至少吼爱变一个你身体足厉害的，爱变一个魔术，爱祈祷，爱做济事，叫我去洗身躯，你到底是你想清楚呢？敢真正安尼就好啊嘛？乃曼非常生气，就算讲踮伫麻风病的影响下面，伊犹原非常骄傲。伊无愿意去面对讲生命中间确实爱面对济无法度控制、无法度面对的软弱。其实，咱每一个人的一生，若亲像拢共款吧。咱每一个人的一生，有当时啊，咱拢咧甲咱的骄傲踮伫遐咧请拼。当发生了无法度按算的意外，若亲像麻风，若亲像病痛，若亲像济困迫苦难的时阵，其实人无到伫上界无法度行的路，咱拢犹原会骄傲认为，我一定会当赢过所有的困难。所以，就算讲咱拄着意外，咱嘛想要亲像乃曼共款，要靠着迄个重重的盔甲，你看，我的盔甲代表我的身份，我的马车，我的金银财宝，拢代表我足厉害。想要来遮看心内底真实的软弱，咱想要倚靠的，就是遮会看会到的物件。咱望济意外，莫临到伫我的身上。人啊，永远咧甲咱每一个人的骄傲请拼。咱永远踮伫骄傲的过程中间，学习什么是真正的谦卑。有一个少年人踮伫教会的小组内底问一个问题，伊问讲：到底我应该安怎读圣经？身躯边的人就开始甲伊足侪建议讲啥物？你着对神约开始读吧，你着对福音书开始读吧，你着一日读一段，一日读一段，有足侪无共款的建议。这个少年人一直无满意这个回答。另外一个牧师就开始咧分享，家己踮伫教会服侍的经验，定兄弟姊妹拢讲，望牧师会当开设查经班。无论到伫倒一间教会，每一间教会拢甲这个牧师讲，请你会当来开查经班。这个牧师嘛接受这个建议，所以伊真正开设真侪查经班，嘛认真咧备班。但是当开设了后，伊拢发现啥物代志？拢足少人来参加，也是都感觉讲，哦，这毋是我要爱的。伊就开始咧想，安尼到底所有的人要爱的是啥物？伊想足久，其实咧问这个问题：安怎读圣经，也是望会当有查经班，背后干那一个目标，就是每一个人拢望通过上帝的话来拄着上帝。其实，当一个人咧甲你讲我要安怎读圣经的时阵，伊想要爱的答案，毋是真正你甲伊讲，你就对福音书开始读哦。其实，伊真正要爱的是，到底我会当如何伫上帝的话中间拄着上帝？这是真大的问题，因为这个牧师佫继续讲，伊发现
当人真正要拄着上帝的时阵，都会面对人性的骄傲，都会面对人性的骄傲。人无愿意谦卑去听上帝的声音，人无愿意真正面对圣经。读圣经永远拢是别人的代志，毋是咧指责我。所以逐摆读圣经拢会感觉，哦，即马即个故事都是咧讲我身躯边的某某人，毋是咧讲我家己。如果咱无法度踮伫乃曼的故事中间看见你家己，安尼，即段圣经节，咱可能无真正拄着上帝。所以咱一直想要挖靠济财物，济看会到的物件，若亲像乃曼要将迄个盔甲穿伫咱的身上共款。你看，我捌足济；你看，我做足济工；你看，我会当完成济，用遮尔济盔甲要遮掩咱家己，其实生命中间有软弱啊。咱一直想要避免人生中间拄着意外，但是真明显，伫每一日，咱拢咧面对济人，也是拄着家己生命中间的困难，咱会破病，咱会失败，咱会破碎。愈骄傲掠准讲，我会当靠家己赢过这一切的时阵，骄傲浮起来的时阵，稳定就沉落去啊！当你愈感觉我做足侪水的工，你看我真伟大，我会当真勇壮，就亲像我讲迄个囡仔，你看我足勇壮的。当你的骄傲一直咧浮，稳定就对咱离开啊！乃曼一直认为讲，你这个先知算啥物啊？你这个先知算啥物？讲遮无啥物了不起的嘛，竟然阁敢若派一个仆人来对我讲话，连要来见我的面拢袂。伊若敢若派一个仆人讲一句话，讲叫我去约旦河洗身躯，难领。乃曼认为讲，这伤过简单啊！乃曼认为讲，这个答案伤过简单啊！伊无愿意相信讲，生命中间有一寡代志，其实就是足简单的。这青年拢会甲我讲，哦，这事足简单的，足简单的。我拢常常甲伊分享讲，这其实一点仔拢无简单，因为你从来毋捌做到过。对无？有当时啊，甲咱的青年咧分享，逐礼拜准时来做礼拜，青年拢会讲，这足简单，足简单，足简单。但是，敢真正遮简单？啊，毋是游玩到现在游玩咧低倒嘛？所以这到底敢真正遐尼简单吗？咱认为足侪的事伤过简单，我爱做的事就是迄个足伟大的。乃曼认为讲，我就是迄个吼随着大场面来出世的人，我就是爱做伟大的事。所以即马要得到医治，当然就是爱迄个足厉害的先知来到我的面前。上帝来认真祈祷，踮伫我破病的所在安怎？爱画手，爱有济医治的方法。啊无咧，大马士革有2条河，大马士革有2条河，减无比约旦河搁较厉害嘛？对因来讲，约旦河是哪亲像边仔迄条真细的溪那尔。就是意思，就是讲，有的人讲洗礼吼，踮伫迄条小河无算，爱来去太平洋较算啊。伊就是认为讲，爱来去迄个大场面较好吧。乃曼认为约旦河就是一个无啥物了不起的小条河流嘛。你爱我去遐，就是互我得到见效那尔。所以伊生气要离开啊。到踮伫即个时刻，另外一个仆人佫走出来啊。仆人佫走出来对乃曼讲啊，伊讲即句话真重要。伊讲，先生啊，如果先知爱你做，就是一寡足困难的代志，你一定安怎？你绝对会照安尼去做。啊，
何况伊即摆只不过甲你讲，你就是去遐洗身躯、洗7摆就好啊，你哪会不爱去咧？踮伫即个故事内面，咱有发现无？讲话的拢是带着影响力的人，拢是小人物哦。对迄个女婢到每一个仆人，即个故事拢出现踮伫仆人咧讲话，就是迄个看起来无啥物了不起的小人物，却伫即段圣经节讲出重要的信息。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哦。有当时咱拢认为，我就是爱遐个足伟大的人讲的话，才会当带有影响力，也是足出名的牧师、足出名的人物，因讲的才有算。但是踮伫即段故事内面讲话，真正带来改变的，拢是迄个咱所认为无啥物了不起的仆人。而且这的仆人非常有勇气，因为当乃曼这个人互骄傲所捆绑，那亲像一台火车一直咧向头前咧弄。仆人讲的话是爱甲伊真正砸落来，爱甲伊砸落来，而且邀请伊的主人讲：你爱回转呢？咱嘛毋知影。乃曼到底为什么接受这个讲法？对一个伟大的大人物，对一个世界战斗拢得胜的将军，伊到底为什么会接受这个仆人所讲的话？但是无论安怎，伊真正放下家己生命中间的骄傲，行落去到伫约旦河。约旦河原本的意思就是落去的人，落去的人，伊就到伫遐，真正落去7摆，一摆一摆沉落去，一摆一摆就得到清气。到上落尾，伊的皮肤真正复原，复原若亲像伫一个囡仔共款。这个囡仔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仆人啊。当骄傲沉落去的时阵，恩典就浮起来啊。当咱愿意面对咱生命中间的骄傲，踮伫约旦河真正落去洗清气的时阵，新创造的人开始浮起来。这个新创造的人成做一个囡仔，就是上帝的奴仆。整个的新家故事，咱有发现无？这个故事敢若一个人的故事那尔，自头到尾就是敢若乃曼家己的故事。伊丽莎敢有见到伊？完全无见到伊啊！啊，踮伫遮的故事中间，以色列王虽然一开始拢足生气，但是伊有采取行动无？无嘛，伊敢若踮伫遐咧生气。啊，伊丽莎讲话，但是有缘坐伫家己的厝内面，伊敢若派一个仆人去讲话。整个的故事敢若乃曼家己一个人咧行动，伊家己经验真正的医治甲转变。后来伊想要用礼物来表达感谢，伊丽莎却回应伊啊：上帝的能力，毋是任何金钱会当买到，这就是白白恩典。当咱的骄傲愈沉落去的时阵，恩典就自然而然浮起来啊！咱每一个人拢咧学习这个功课。其实有一寡教导，有一寡这训练，拢敢若看起来哎足厉害、足厉害的训练，足厉害、足厉害的课程。但是通过这段圣经战，咱拢咧学习，咱爱去顺服一寡听起来真简单的道理。什么是听起来真简单的道理呢？真简单的道理，检采就是逐日认真踮伫上帝话内面，读着你家己。每一天踮伫咱认真读圣经的时阵，你想到的
毋是别人，就踮伫这段圣经中间读着你家己，也踮伫每一摆祈祷的时阵，真正知影为着你家己来祈祷，愿上帝医治我、帮助我、赦免我，也都是真简单的。每一个礼拜，照时照期间做应该爱做的代志，一摆搁一摆会沉落去，那亲像咧掰开咱生命中间的武装共款，一层一层咧掰开，互咱一切武装会当沉落去，互咱感觉我足骄傲，我人捌足济，互我济济知识嘛沉落去，互我会济济才能也踮伫即条河内面沉落去，嘛互家己的地位名声踮伫上帝的河内面沉落去，互家己的行行，互家己的过去，拢踮伫即条河内面得到洗清去，最后。你会当看见一个新的画面，新的家己，你会成做新的路步。真济听起来无简单的代志，围累踮伫咱的身躯边，踮伫咱的世界中间，咱拢想要做济济伟大的事，但是踮伫乃曼的故事中间，咱所看到每一个迄个咱所认为简单的行动背后拢是无简单，每一个简单的行动背后拢是无简单，只有骄傲沉落去，稳定才会真正浮起来。踮伫风台的日子，也是搁一摆来学习上帝你掌管这个世界。一年一年，咱拢一直咧经验。无共款的气候变迁，咱还阁会记哩去年的风台假拢伫啥物时阵无？其实拢已经是毋是咱熟悉的时阵啊。然后一个风台假拢放几工，咱去年一个风台假拢放2、3工，拢毋知影到底即马是发生了啥物事。踮伫即边嘛，犹原共款，咱拢认为风台拢会对东边来。咱认为，照咱的理解、照咱的想象，拢是共款的，拢是对东边来，所以对东边来，拢是太平洋迄边是摇滚区。咱这边有护国神山要保护，应该无啥物，但是无想到讲，这边的风台有缘要对西部才射起来。咱活伫一个愈来愈无法度按算，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刻。所以，迄个简单的行动是啥物？定心祷告，认真为着咱每一个人来祈祷。定心为着有可能面对灾害的所在来祈祷，付出咱真实的关心，付出咱真实甲每一个受伤的人做伙的陪伴。其实。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一点仔拢无简单。咱需要亲像乃曼共款，问咱家己：主啊，到底踮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所拄着的麻烦是甚物？有甚物听起来无啥物了不起的声音，也是咱感觉无起眼的目前，是你咧对阮讲话。是，我愿意顺服，互骄傲踮伫我的生命中间沉落去，互稳定浮起来吧，互我会当活出受着你所引带的生命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骄傲沉，稳定浮，穿着重重的盔甲，遮袂牢。柔软的皮肤，拥有搁较侪权势，换袂来自由的心身。骄傲浮，稳定沉，
无受接纳的智慧，指出得救的道路；无受看重的意见，显露世情的奥秘。骄傲、浮、稳定、沉，一摆摆会沉落，一摆摆会洗练，哪沉哪卑微，哪浮哪清气。骄傲、沉、稳定、浮，旧我受冲散，新我受拥抱。我得复原，我学谦卑，稳定永远浮伫我的顶面。咱需要上帝的稳定来引带咱头前的路站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骄傲沉落去，互生命的稳定浮起来，成做新创造的人。请咱同齐来吟这首圣诗，回应上帝的听，祝上帝正手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基地，伊伫破碎肉体心灵，伊安慰真奇妙，伊听通算袂了，伫主上帝正手咱受伊治。情当当回家，看袂掉烂皮肤，款世为我心心自由。人骄傲扑那关，主君殿顶那亲，伫主上帝正手咱受加身。受孤绝智慧，指出地球路径，秘密意见世情奥秘。人骄傲扑那关，主君殿顶那亲，伫主上帝正手拢有指出。世之歹过世，受苦严到精炼，沉那卑微负那洁净，人骄傲沉那深，主君殿负那关，伫主上帝正手咱受苦严。我受冲散，心我破主轻静，我的好愿我个谦卑，主君殿高兴愿，扑伫我的顶面，伫主上帝正手咱受基治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需要你的帮助。阮每一个人，若亲像乃縵将军一样，阮有阮的骄傲，阮有阮的武装，总是踮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也确实有若亲像麻风病一样的软弱，是阮无愿意显露伫你的面前的。总是主，阮感谢你。通过这微细的声音，看起来微细的仆人，却帮助乃縵将军听见智慧的坚固。主，阮也盼望，通过每一日，阮尽忠伫你的面前，
对你的话领受祝福，认真献上祈祷的时，你也亲自对阮讲话，互阮会当学习谦卑，学习顺服，互阮会骄傲，会当哪来哪沉落去，稳定哪浮哪悬，帮助阮成做新创造的人，成做你心中的罗卜，到一世人来跟对你。愿你祝福阮，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同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。咱的拜三圣经学堂，咱即礼拜继续进行到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18节，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来读上帝的话。好儿童主日学的夏令营吼，咱会对7月17到7月20吼，所以阁有几日的时间会当继续报名，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，若是咱身躯边有一寡小朋友，会当邀请因来参加吼。目前报名有33位，咱的青少年当中有35人吼，所以咱青少年当中愈来愈侪，所以邀请咱大家会当，若是身躯边抑阁有迄个小朋友会当报名，会当继续邀请因来教会遮报名吼。好，再来第2项，今仔日是报会周吼，请咱会当调一咱的报会，咱后主日来调开中职会。嘛，因为可能风台较下晡会影响较大，所以嘛，请咱尽量咱今仔日开会会当中昼进前会当结束，就尽量会当结束吼。无下晡了后到暗时，有可能风台会愈来愈大，所以嘛，请咱踮伫出入爱大家人小注意咱出入的安全吼。好，搁来，咱会踮伫8月初3的父亲节感恩联合礼拜来举行洗礼甲献身礼，所以今仔日甲后主日，咱拢有迄个主要真理的课程吼。有报名的兄弟姊妹，请你会当准时来参加。好，搁来，咱对等下下，今仔日咱要开始踮伫咱101的展场，遮是黄浩良牧师的画展吼，所以咱等下共款。踮伫后面遐，咱会做伙有一个祈祷的开始的聚会吼，所以邀请咱的朋友来看，我昨踮伫遐看吼，牧师真正足认真，画出来嘛真正足厉害，
所以咱邀请咱当做伙来参与。好，啊，过来，这礼拜拜六，教育部甲妇女团体有邀请罗光熙牧师来专讲《史书记》的重难吼，所以有兴趣兄弟姊妹，欢迎咱这礼拜拜六9点妇女团体的时间会当做伙来参加。好啊，咱嘛开始，咱会踮伫8月2号到8月9号来举办咱教会导览志工的培训吼。啊，主要会介绍咱整个教会历史文化资产的介绍，以及帮助咱包括101展场要安怎人介绍，其实这拢会当做训练。啊，有一寡讲师有缘咧邀请中间吼，啊，欢迎咱有兴趣的人拢会当做伙来参加。好啊，过来，咱若是无要将酒部摕转去的吼，后边遐咱有刻一个迄个回收区吼，就是你慢慢下伫迄个椅仔头前遮，有当时啊，那个其他灯光店伫遐咧收吼，所以若是你酒部无要摕转去厝的吼，会当后边后壁迄边长老甲张节牧师摕互咱看吼，你会当酒部就直接下伫遐，啊，若是第2堂的交代就会当。对遐都搁直接来服侍吼。好，啊，搁来2项消息啊，需要咱共同来关心甲带到吼。头一个应该是讲，咱对拜五，咱连即礼拜有2场的个别礼拜，啊，头一个是咱顶礼拜有报告，乌林美容姊妹啊，踮伫6月27民主稳调，所以伊个别礼拜时间是7月12。7月12上午9点踮伫殡仪馆，啊，过来另外一个是迄个事情你要放大一点，我看无。蔡文姐，蔡文姐啊，蔡文姐伊踮伫前几日民主稳调，伊踮伫拜五，这是蔡文姐是拜五的早起9点，啊，美容姐是拜六早起的9点，啊，拢是殡仪馆，请咱共同为着因来祈祷吼，啊，年纪拢足大，啊，蔡文这几个月其实都是一直出入病院中间，啊，但是伊到伫年老，伊拢一直拢咧上圣歌队哦，伊拢一直咧上圣歌队去探访伊，拢讲我就爱参加圣歌队，啊，所以嘛继续为着因整个的家庭来祈祷，啊，因为蔡文这的囡仔，咱知影就是正常。正常定伫教会中间，啊，需要咱做伙关心。啊，伊另外一个囡仔中雄兄，其实即马身体嘛无介理想，所以嘛请咱踮伫祈祷中间啊，做伙来祝福这2个家庭。所以是即礼拜拜5甲拜62天时间拢共款，就是9点。啊，听无共款尔，就是拜5甲拜6，请咱共同踮伫祈祷中间来关心吼。好，我就做以上的报告。即时咱要做伙来读本周的经句，是《列王记下卷》第5章13节，咱做伙来读。伊遐个仆人进前对伊讲：“主人，先知若教你去做困难的代志，你减无要做，何况伊简单对你讲，去说就停去。”咱搁一遍。伊遐个仆人进前对伊讲：“主人，先知若教你去做困难的代志，你兼无要做，何况伊简单对你讲，去说就停去。”列王记下卷5章13节，这是来吟切恳祝福的诗歌386首。天的万邦万国万民，咱起立来吟诗歌上，咱的牧师要带咱来祝祷。天嘅萬邦萬國萬民，敬拜上帝被家聖善，何多三一應和上帝，
受上帝的祝福。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、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谢谢。